到新闻的现场，艺界人生要带大家来看杨丽花。讲到歌戏，就会讲到杨丽花。杨丽花过去讲，伊是为老母腹肚底就开始伫咧看歌戏。伊是伫咧戏团后台出世，老爸老母拢伫咧戏团做事。老母杨好是戏班的头教小生，为了要趁食，顺话搁伫咧搬戏。有一天搬煞，随到后台生杨丽花，可能是伫咧戏馆边看久啊，天生就够搬戏。6岁上台，拼到台湾歌戏上界请赢的时代。 这个片头曲应该互真侪台湾人足少念的。伫咧台湾歌戏起地的所在，也就是杨丽花的乡里宜兰县圆山乡。杨丽花的爸母是林火炎甲杨好，因拢是戏班的演员。伫迄当阵生活真艰苦，为着规家伙仔大细，杨丽花的老母杨好，伊安尼大身大命都顺过啊，搁拼咧做戏。上尾伫咧戏棚的后台，甲杨丽花甲生落来。 自娘胎出世，杨丽花就和歌戏结真深的缘。对细汉开始，伊学走基滚仔，学看戏，阁有读三字经、千字文，还阁爱学吞经放假、起手落叉，甲这做歌戏的骹步手路拢甲拍甲知。我就是按拍卡成的长大，所以以前我会翻身、翻滚、翻倒，我会爬车顶，阁骑四天呢。 这拢会用嘿，基本功我拢细汉就学啊。自安尼了后，伊真紧就红起来。18岁迄年，拄好有一个机缘来开戏班，伊和小凤仙、小明明这个头教加入赛金宝歌剧团，讲是七仙女，还阁去到菲律宾来公演。伫1965年，杨丽花接到参加广播电台来组一个天马歌剧团，因为杨丽花的后生18阁有开口，所以就真侪戏迷拢足介意杨丽花的。 1966年是台视开台的第4年，正式甲歌戏甲放伫电视顶悬来做。天马歌剧团的杨丽花来演出精忠报国岳飞的角色，互观众安尼学落甲会得志。1968年台视成立歌戏剧团，杨丽花过来做团长。其实我们杨丽花歌仔戏团，我相信，因为阿姨会让这么多的广大粉丝这么疯狂着迷，是因为她的艺。 他演戏是很自然的。杨丽花嘛真清楚讲，家己伫咧电视来播歌戏安尼上会出叫。不过有当时啊，嘛会来做这个西装的打扮表演，甚至阁来演过这个兔女郎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看这两只兔有古锥无？今年是兔年，但是兔呢，就是代表幸运较聪明。这是1987年新春特别节目，杨丽花来试这款无同的装扮，甚至阁来跳这个进古锥的兔仔舞，安尼互伊的迷众感觉足青笑的。 伫咧1970年代的后期，这当阵是杨丽花上请赢的时阵，伊就甲这个重心豆豆啊对歌戏甲煞去做食的。伫咧这个时阵，经过朋友的绍介，伊去捌到迄当阵伫咧英明总病院担任骨科医师的洪文栋。1983年，杨丽花和洪文栋的世纪婚礼轰动规台湾，来到现场的贵宾上少也有5000人以上。这个政界商界的大粒女话，会使讲是安尼入诗。迄当阵的洪文栋为着杨丽花嘛。 安尼做甲足拼势，因为我18岁就认识他们，真的那个时候，洪先生，是真的紧追不舍啊哈。尤其阿姨那时候真的很忙，都在棚内，有时候都一路到都是通宵。即摆杨丽花伊的作品虽然讲有较少啊，不过伊要是真注重爱甲这个传统甲传落后一代，就爱甲这个歌戏的乡路线安尼继续甲传落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